别动，听见了没有？别动，老实点儿。别过来！别激动，滚远点儿！我知道你，别过来，滚远点儿！没事吧？小雅，告诉你段飞，以后少缠着我女儿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妈，不关段飞哥的事儿。住嘴！记住我说的话。不好意思啊。哎。怎么样？伤到哪儿了？啊！疼。好好，我不碰你。你在这儿坐着干嘛？快回病房啊！老婆。啊？我想回家。
撑。大小姐，你到底让我说什么呀？段飞，你是不是一直拿保护我来当做爸爸给你的任务来执行？在你的心里，对我、对云诗彤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感情啊？没有，我来天涯这几个月都很忙，而且你让我去安保部工作，这感情的事啊，我还没来得及想，我还要管你爸、秦雪、何来，还有整个红景集团。老婆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家。这人怎么了？老婆，你等等我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利用这些漏洞，来搞垮整个红点的电商系统。市场经济调查报告。从这份报告中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我们的这个市场份额有严重缩水的这么一个趋势，特别是商场这一块，被同行赶超的速度相当惊人啊。云总，我觉得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很多，比如说，对于我们的客户优惠额度的下降，商场人员的不足。以及服务之后，
云总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强对红顶传统优势项目的这么一个投入，这样的话，我们才能够夺回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啊。我认为市场份额的缩水和优惠比例的下调没有直接关系。我倒是觉得，这和传统商业发展模式的成就有很大的关系。大家怎么看？您不会连 PPT 都不会做了吧？浪费大家的时间。林总他，你还是先找监察所的人，把自己电脑的问题解决好，再给我们开会。浪费大家时间。不耽误大家。你还是跟了我。韩副总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嘛。好，果然是个明白人呐啊！哎，谢谢。啊，小姐，智能电脑黑屏的原因查出来了吗？还没，他用的是隐藏 IP， 中间还使用了许多代理，还有上百台不同服务器，每4秒变换一个 IP， 我没能跟踪到。不好了！公司防火墙被攻破，大量公司商业信息被盗。再这样下去，公司资料都得被盗。我们必须切断公司与外。
你这不是找不着人，随意的这么血口喷人？我说不行。够了，段飞。反正现在也没有找到嫌疑人，就先让员工回去工作吧，不要在这影响大家。不行，我说收队。云总，那我们就先回去工作了。哎呀，还是云总，厉害。钱经理，韩经理，云总在吗？啊，他有事先出去了。你找他有事啊？这不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吗？我就是想提醒云总多注意休息。那要不他来了以后，我再通知你好了。算了算了，他好像也不太想见我。你进。段部长，不好意思，赵秘书，我跟段部长想沟通一些事情，你看方不方便？啊，好的，那你们慢慢聊。段部长，我先出去了。韩助理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今天来这儿是为了谢谢你那天救云总的事儿。没什么，我身为安保部部长，保护云总的安全是我的责任。段部长，我还想问你一件事。你说。我看你一直跟云总走得很近，难不成你跟云总有亲属的关系？哎，怎么可能啊！我是小职员，你也太看得起我吧。我跟云总确实走了近一点，但都是为了公司的事情而已，你不要误会啊。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没什么，我就突然想起来了，所以就问出来了。段部长，我还有个请求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我？什么请求啊？就是以后如果你知道云总私底下需要帮忙之类的事情，能不能跟我说一下？为什么？我不是云总的助理吗？云总的一些事情我处理起来比较适合，如果所有的事情都由你来处理了，这不显得我特别不称职吗？好，既然韩助理这么负责，我怎么会不帮忙呢？以后啊，云总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那就谢谢段部长了。我外面还有点事儿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好。再见。石头，我知道。
飞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干嘛见到我这么不开心啊？是不是怕云总发现啊？你妈警告过你，不许再找我。我妈呀，那是警告你。再说了，你觉得我妈警告我有用吗？哎，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？啊！来，你听。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？你是不是喜欢石彤姐？啊？你怎么问这个？因为我喜欢你啊，所以你的一切想法，我都能感受得到。小雅，你是个好女孩，两个人想在一起的话，是相互的事情，明白吗？明不明白？大概知道了。这个，我先收下。你的伤都没好呢，赶紧回家吧。好吧。走吧。公司的系统被入侵，损失了客户信息不说，而且还泄露了大量的公司内部机密。云总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云总，我想靠自己的能力推行这个计划。石头，你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帮助呢？别这样，这3个4个开始。云总，啊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是说，现在事情已经很明确了，这件事情就是公司内部人员做的，而且今天下午，段部长围剿公司内鬼的行动做得很正确。如果这件事情是公司外部人员干的，他不可能那么明确的知道公司的数据库信息。我的意见是，马上揪出幕后黑手。我当然要揪出幕后黑手。只是我现在真的很痛心。进来。荷兰姐，你忙了，赶紧吃饭去吧。好。其实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，你今天为什么不让世彤立刻动手啊？清雪，关于这个问题，你有你的想法，我有我的顾虑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是不想让世彤再受到伤害了，对吗？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走吧。喂，
还有点事情没有处理完，今天可能要加班了。我有什么不方便的呀？你不就想知道柳峰的事儿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一定要把郑成强这个人盯紧一点。还有，荷兰重点注意，是他把刘天成引进了这个公司。混蛋！就差一点，我总觉得就是刘天成偷了数据。抓起来不就完了？不行，我们不能打草惊蛇。这柳天成到底是谁的人？废话，还用问吗？肯定是韩元仓的。目前没有证据，我们不能盲目下定论。我觉得老大说的对。明白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家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老大也是妻管严啊，跟我一样。你们到底怎么回事？每次都要我给你们擦屁股吗？知不知道，刘天成差点让人给抓了。还不是段飞手底下那个马基搞的鬼。你既然是个副总，明知道会有大麻烦，为什么不找个理由把他辞掉？他是于世荣自己找来的，我没办法辞掉他。上回让你处理老张的事儿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要不是高进严节，我们现在早被抓起来了。还不就是这个段飞？说白了吧，还是你的人无能。你说什么？就凭这几个喽啰？好了，都少说两句。合作扳倒云家，首先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，不要留下这些把柄。现在麻烦的是，恐怕我们的动作，云顶那老头已经有所察觉了。我怕他指使段飞那小子。当务之急是联手解决问题。韩副总，云师彤那个电商计划，是不是缺钱了？对呀，他现在在想办法找贷款，不过呀，还是晚了一步。各大经营圈的朋友，我已经关照过了，即便他想。就好。
求求你，不要伤害世彤。我有一个合作商的航班突然改签了，我得配合他的时间去准备展示材料。没关系，是我来早了。昨天我跟他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，我跟他就是随便聊聊天。我怪你了吗？你怕我误会啊？既然你这么没往心里去的话，那我跟谁说话都无所谓了呗。知道考虑我的感受了，老婆，有进步啊，趁热喝吧。柳峰，昨天我就是跟他叙叙旧，他应该还有什么话想跟我说，但是后来我没听进去。不用跟我解释了，我相信你。集团内部的网络频频出现。引蛇出洞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对于这次红顶泄密人员，有什么看法？什么看法？该说的我已经在云总面前都说过了。你不是已经找了专家了吗？那接下来的事情就要麻烦段部长你了。我还要工作。我先走了。韩总，那个马基有点能力，要是不能为我们所用的话，最好尽早的把他给除掉，不然以后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威胁。马基，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？有。什么？闭嘴。马基，吃葡萄吧。明天我正在忙，哪有空吃？
我帮你包。不错。波波，嗯。帮我开着电脑。啊？让我一个人静静。请进。那电视准备的差不多了吧？我已经让秦雪去做了。不过，你的那个计划真的能奏效？目前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我们要相信马蹄的努力。嗯。该下班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还要等一下今天的合作商给我一个最后的回复。我越想上午的商谈，越觉得不好。要不，你一起走吧。不用了，先回去吧。妈，那我回去给你做点好吃的。马季小姐您好，我们老板想找您商量一件事情，希望您能赏个脸。你们老板是？去了你就知道了，老板是诚心邀请您，请。今天把你请到这里来，我相信你也知道是为什么。真的不打算接受我们诚意的邀请？我看没这个必要了吧。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大老爷们欺负你，算什么本事？进来，过来。你没事吧？回来了，赶紧吃吧。不饿，你吃吧，我想睡觉。哎，你过来，你再累也得吃。坐。啊，我真的不想吃。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没有，就是想躺一下。是不是因为公司的事啊？不要担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谁呀？哦，没事，
我出去办点事，如果你真的很累的话，你早点休息吧。红鼎又有新消息了，说来听听。今天下午，云师彤公布了一个策划方案，并要求加强对红鼎集团的安保工作。什么策划方案？我只知道是关于推进电商进度的方案。能查到具体内容吗？当然，只是个时间问题。红鼎发现系统被入侵以后，什么反应？还是老样子，找人补上了系统漏洞。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我还留了一手。那就好，继续盯着刘天成和红鼎，但是要小心啊，千万不要暴露了自己。放心。对了，你听说过幽闭恐惧症吗？哎，等一下。谢谢啊。怎么回事啊？好像坏了。事儿吧，要不送你去趟医务室啊？没事。哦，对了，怎么称呼你啊？哦，刘峰。我叫云诗彤，谢谢你，刘峰。没事。算了，还是去趟医务室吧，走。怎么回事？小九说你们被袭击了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老大，韩元仓现在已经明目张胆对马吉下手，这件事已经非常严重了。还有啊，我查到了，天浪集团跟韩元仓有密切的往来，所以红鼎集团绝对有天浪集团的人。没错，这几天马吉也查出了许多证据，所以他们着急下手。背后下手，算他妈什么男人？有本事跟我单挑啊！你放心，这些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老大，我发现奇怪的事儿。你说。红鼎集团系统表面上没有修复了，但是一直有一个字符指令我搞不定。怎么回事？我怀疑这个字符指令背后隐藏着一个监控的命令，一直监控着包括我操作的所有系统。连你也搞不定？不可能！我们马吉厉害着呢，只那对手太卑鄙。这个人
我要见柳峰和魏天浪，有些事情我不能再等了。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就通知他们。云世彤以为让段飞做了监察组的组长就能够制约你。韩总，我们该全面反击了。高姐，一起联系剩下的几个股东，让他们开出条件，保证在股东大会上和我们联盟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云世彤永远滚出红岭。知道了，我这就去办。在座的都是我十分信任的职员。今天这个会议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呢？我手里有一个方案，准备跟新的合作商商谈使用。新的合作商，云总这么快？是关于什么的文案啊？迅速推动电商计划的相关技术方案。这个方案一旦实行，电商计划将被迅速推入市场，会给红鼎带来相当可观的营业利润。为什么敢这么肯定呢？因为一切环节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资金到位就可以顺利进行。红鼎最近发生的事儿，大家也都知道。为了保证这个方案能够顺利执行，所以这份文案的内容，我暂时不能向大家透露。不是吧，云总？您的这个内容，连我们在座的这些高管都不能看？因为这个方案对我们实在是太重要。我手里有一份资料，先发给大家看一下。最近天浪集团地产销售额直线上升，但是我发现他们的销售模式跟我们之前制定的非常相似。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只召集了各位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原因。好的，我立即回去查清这件事情。好，今天的会议先到这儿吧，散会。我收到消息了，云世彤公布了一份新的策划案，一旦投资成功了，红鼎集团将越来越难对付。但是云世彤这次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，虽然我跟他们的技术部门的人碰过面，但是也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。我觉得这次我们应该侵入他们的网络，才能够窃取到他们最新的方案。你需要多长时间？本来很快的，但是现在，你在跟我提钱？强哥，你也知道我给您工作这么久了，也是时候应该有点报酬了。报酬啊？强哥，您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，但是我也需要钱做自己的事吧？这好像跟我无关吧？我现在让你做的是从云世彤那里拿到最新的策划案，给我。没有钱，你就别想这样策划案。你在要挟我？刘天成，你少跟我在这抽乱！你的命，我要想要的，我随时就能拿过来。隐藏监控指令解决了吗？还没有。哦，对了，你看一下这个，这是我整理公司近2年来的文件书。
包养合同？这是上次你忘在酒吧的，顺便还给你。我都忘了。你说正事，在文件里发现了什么？自从泄密事件发生以后，公司最近几次运营项目都失败了。